么这个一年内底，这是咱蛇年，而且岁末，但是是啥物年？而且开始马年，马年的开始，人讲龙马飞腾，马到成功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咱修法道来讲，咱无讲世间外的事业，咱莫讲啦吼。其实讲伊真个，咱来到道场，虽然无教咱趁钱，嘛无教咱讲吼要安怎愈来愈水，对不对？绝对无教咱这，但是教咱啥物？教咱行功立德。我曾经看过一篇的信文，咱师尊老大人伊安尼甲咱注明，伊讲吼，咱即阵每一个人是毋是拢有劳保险？哦，咱宝贵全险哦，伊真侪厉害，我拄仔安尼看电影。伊是咱国泰人寿的保险，等于顾问级的啊，就是 top 级的。那么这叫做人间的保险，对不对？护法嘛有啦吼，因为为什么要拿人寿保险？就是保障咱的意外，哦，保障咱的意外。我真少去带伊，拄仔倒过一届的阵，伊去迄落拜学生去带7天。才签一间保险，但是上好有人签保险，这叫做意外，那么而且护法要甲咱分享，世间有保险，大家拢爱拿保险，叫做保意外险。但是伊师尊老大人安怎甲咱讲？你爱受着果报，才会当领钱，敢是？敢是你爱有破病，像我去带一礼拜有破病，伊才互我领钱呢，才互我领病床费呢，实支实付呢。所以你要先受到果，你才会当领钱，敢是安尼？你敢有爱留保险嘛？除非你出去险啦，就是你若保险，就是你爱受着果报，你才会当领钱。但是呢，师尊老大人甲咱讲哦，各位姐妹，伊甲咱讲，人间的保险是保障咱人身的安全，甲咱经济问题的这个所办。那师尊老大人的保险是啥？你敢知？伊甲咱讲，第一，咱来听道理，敢是要名利？各位先生，像护法会再有甲咱迄个金英哦、阿英哦聊了一下，因为阮两个较早来吼，后学认识他，后学跟他聊了一下，后学就鼓励他哦。那在我们互相鼓励的因缘当中，伊讲的，伊来学长了后。伊改变足济，是毋是？咱有改变无？拢无改变，人举手，你看拢无看，大家拢无改变。脾气到毛病，咱拢会晓守到大骹度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伊早护法是真正足车，但是我即马毋敢呢。伊早毋敢对阮老公伤车，你着无钱人去开啊，无厝人去住。所以讲，咱明理了后，咱会安怎？师尊老大人甲咱讲，明理以后听道理会明理，明理以后保你欢喜自在，有无？真正欢喜自在。来，伊搁甲咱讲安怎？爱自守以后，为什么护法会使咧鼓励咱爱用精神？你听道理听遮尔啊久啊，你一定爱开始学食素食。为什么爱学食素食？因为咱听了，咱的心内心有慈悲心啊，也袂骂人啊，也袂害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咱食入的物件嘛爱慈悲，咱嘛搁食动物的性命，因为动物是咱的好朋友。你食伊的性命，咱古早人拢有讲，食人骨头安尼会蹲规山，食人八斤八鸟，爱行人半斤，对不对？但是即马三低无条拢加倍甲咧讨哦。所以咱慢慢啊学，慢慢啊学。我毋敢讲学人已经环境袂使，要叫督用咱食素。身口以后搁破戒，这是非常无圆满的代志。所以讲，伊讲自守以后，你咱健康平安，是毋是咱健康平安？属实的哦。亲像我拜谢小可吼，那医生甲我讲，我讲我是啥物病啊？我来用安尼。医生讲吼，你的细胞叫你休困。意思我伤无用，护法毋是伤无用啦，我是伤无明，压力伤大，人产生迄种咱的血液循环、血液的看啥物，啥物力啊，免疫力下降，所以各位姐妹，
咱爱甲咱的时间调整好好，甲咱的骹步放慢调整好好。啊，所以咱就毋茫急下咱的名声就会下降。所以咱今日之所以咱就咱健康平安。所以互我去住医，甲我讲，因讲我的细胞叫我休困尔，拢无啥物病得，五脏六腑拢无要紧。等到互我要出院，看到互我拜谢小客舱的时阵，倒真正你敢会惊着？迄会安尼呢，菜所以特别咱看到互我啊。但是医生甲互我讲，互我足好运的。那么当然，互我有啥有这个运气，这个好，来自上天赐我拍的哦。所以咱之所以咱健康。快乐，啊来嘞，咱听到你，或许的时间到几点？领任慈悲。到10点。到10点了，安尼我搁较紧嘞。我甲你保证先互你一张保险单，迄是师尊赐予咱的，毋是护法师的，护法还无够迄个能量哦。来，食素食了来，就是咱听到你了，咱安怎会淡化心灵？会淡化一切。咱拄着物件足水的物件，咱袂讲一定一领衫1万块到要买，是毋是安尼？看到物件，咱会去甲淡薄。所以你看咱迄个彭淮南总裁，伊是咱的点传师。咱陈大夫老前人，互伊4字名：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叫伊安怎真诚修道，简心办道。互伊安尼尔，安尼有成就无？有。所以咱心灵，然后会当淡化一切，我们心灵是富足的。所以我们才讲，你若心中无着，就是好嘢啦。啊，你若会当互人需要，你就是人的贵人，啊，就是一个富贵之人。所以伊伫遮嘛，甲咱讲，淡化一切，你的心灵就可以富足。第四个保障，你讲你会当合格，全家拢来修道。咱会当牵车带出，全家修道会安怎？会当平安幸福，有幸福无？翁仔某仔若拢有伫道场吼，家族袂冤家呢。真像互我甲阮先生，伊早是足够冤的，即马拢袂。吼，啊对互我嘛做尊敬，啊互我嘛拢逐项爱留意呢，逐项拢若伫国内，逐顿厝饭款好好呢，袂当讲我今日无欢喜，你家己买呢，敢是安尼？咱即叫咱的责任。所以你若会当专家修行，你着当平安快乐。第5点上重要，今日听道理要创啊？要转念。咱若咱转识心智，咱就会当离苦得乐。今日咱的失智失见，咱的妄想执着，甲咱的分别，其实互咱的心灵非常痛苦。咱看到人，咱之前那生甲这么水，白白老我18岁，为虾米伊遐水，我着遮歹？咱会嫉妒伊袂？绝对袂使。吼，因为人过去世有受福报，吼，有买花敬婚，所以人即世会生得较水。只要咱若健康就好啦，敢是？所以讲，咱今日若听道理，要转世成智，那么你当下就离苦得乐。你免讲后囝甲我转去了后，我才离苦得乐，毋是。后囝转去离苦得乐的是即个肉体尔，咱即阵寒足艰苦的，足寒，热足热，腰足艰苦，腹嘛足艰苦，这叫做咱肉体的即个痛苦。毋则佛甲咱讲，咱咸菩提的众生，是伫即个苦海内底咧受业。那么过一节年，互我讲5种保障，安尼敢有记诶？有无？季贤，你回答一次。健康平。然后心情会淡泊一日。对，好。全家修道。平安幸福。对。然后最后是转世成智，可以离苦得乐。当下我们就可以离苦得乐。所以呢，这是咱师尊有带领，互咱的保险单。那么咱这种保险单平常时入讲入得，像咱今日各位一个，咱来今日护持咱这个法会嘛有功德。上天甲咱寄传，爱甲你记伫底，记伫咱第一天的银行，伫咱老母娘迄个所在，甲你寄好好。啊，寄伫迄银行要创啊，会当甲咱世间法拄着的，大家敢会拄着日景会，亲像互我迄间安尼，遐再见的这因缘，咱上天会用伊这功德甲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平时
无作用哦，绝对有作用。各位姐，恁一定要坚信道金、利金、天明金。第一天的天公银行所行的天币，就是咱普通时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天到筹码甲咱化解，对大事甲咱化，小事小事化。那么各位姐，今日学校伫咱的新闻内底看到，互我以即个咱收用的保险单吼，甲咱分享啊。台湾咱各位姐会甲互我共款，拢会当甲一张保险单摕倒来咱兜，毋是放伫咱兜的拖内呢，毋是哦，无效，放伫你的心肝内哦。有事帮忙，有代志的时阵，哦，咱的领导组长需要咱帮忙的时阵，不管是扫便所来厨房甲本墙工课，咱一定爱拢非常欢喜的参与。那么点点滴滴的累积，你就有功德，让咱存伫咱的李天的银行。安尼敢好？好，就互我负责了，派互我去泰国一个月，我袂使讲啊，我这人脉啦，卖一个月，甲咱半个月，哦，袂使，哦。啊，4月做我该当卖去，哦，袂使。啊，所以这叫做听书才天，哦，听明办事。但是这个一年内底，啊，上天甲你意传，点点滴滴，只要咱虔诚来修道，一个心来办道，上天绝对袂亏待咱的。啊，而且互我今日啊，祝福咱各位一个大家，伫每年的每年，大家拢会当哦，真的哦。马到成功，心想事成，安尼敢好？好，感谢天师的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感谢两次慈悲大众，请起立。感谢两次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婚道鞠躬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两次慈悲加冕，来各位先别请坐下。那接下来。